虽然小秋调故意制造机会，互我甲郑凯单独相处，毋过听到郑凯规暗拢咧讲小秋的好话，我的心肝内还是感觉足心酸的。我想时间差不多，小秋应该是袂来。阿伟，规矩哦，你较早当休困，我来帮你叫车哦。借我拦者，郑凯，我足孤单的，我无想要过一个人的日子啊。哎喂，哎喂，你较争气的啦！哎呦，你今嘛是咧创啥啦？哎。虽然咱伫法国留学，不过对法国人一种热情式拥抱的国际礼仪，我到即马也个做袂惯势啦。郑凯，你知影无？虽然你一直把我当作是同乡，把我当作是朋友，不过。我无希望，你敢若是我的朋友。这对我来讲哦，是我生命中的温暖，嘛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！哎喂，我伫法国的时阵，无一人食饭，拢是你出钱互我食饭的。而且你为着要顾虑着我的尊严，调过去请这个朋友，讲是要聚餐，也够有啦。明明你就袂爱食罐头，还搞泡面，不过你嘛是坚持叫恁爸妈为台湾寄过来，而且佮骗我讲，你是因为食袂了，所以全部要互我。你对我做的这一切，你对我的温情，我点点滴拢藏伫我的心肝内啦。郑凯。我要的不是温情，是爱情。感觉你到即马，还阁唔肯接受我。艾薇，我真清楚我的感情，温情还有爱情是袂当掺做伙的。就算我即马安尼勉强接受你，那对你来讲嘛是做无公平的啊。所以我希望，咱来做好朋友就好，安尼较自在啦。艾薇，